就到聖誕啦，各大商場都開始有唔同嘅靚靚聖誕場景，啱晒男朋友幫女朋友打卡影靚相。今日我 Victoria 就帶埋 BB 嚟到青衣城嘅聖誕遊樂園，教大家3招一學就識嘅大師級打卡技巧，點樣捕捉到女朋友最靚角度。事不宜遲 ，Go Go Go！第一招借位打卡，將聖誕金字塔擺喺鏡頭嘅遠處，女朋友企喺近鏡頭嘅位置，形成錯視。第二招美女分身術，用電話原生嘅全景拍攝模式，先拍一半，女朋友移到另一邊，然後男朋友拍埋剩低嘅畫面。第三招，女友就係主角，簡單幾部電話運鏡，將佢拼埋一齊，就做到大師級作品啦！哇 ，BB 啲相好靚啊！梗係啦，你咁靚，嗱呢度咧仲有好多嘢睇，我哋一齊去睇下咯。